大家好，咁今次呢，就要同大家開箱呢部超級跑車布加迪啊，係啦，布加迪 Chiron Sport，咁啊編號就37，咁啊至於比例方面就係1:63，咁啊成架車就以藍黑色為主嘅超級跑車，咁啊後邊有個好大嘅尾翼啦，咁啊車底方面就有 Tomica，咁啊下邊呢度都有寫住整喺越南，跟住上面就寫住 number 37，比例就1:63。咁啊前面都有兩個布加迪嘅大燈，咁啊呢度有個16嘅數字，同埋中間係有個布加迪嘅標誌。咁啊呢側邊就係藍色為主啦，咁啊上面呢度呢，就以黑色嘅為主，咁呢部車就冇任何可動位置嘅，即係啲門啊都開唔到嘅。咁啊後邊就有個紅色嘅布加迪大燈啦，係啦，咁啊啲車胎方面就可動性至於咁嘅啫，冇喐，即係玩起嚟都順手嘅。好，呢條片就嚟到呢度先啦，拜拜。